干样为封建那东西，夯落去夯到起过，跳天就给谁来喏？冇可能跳那，冇可能结局。啊咋东西上讲哦，哟，天就去夯吉普，回过神来，刚刚看到什么？啥人告诉啥人讲，啥人悲伤，啥人无，谁的心泡在风中看无。谢谢。那首歌一唱出来的时候，我还将会莅临现场。对，真的。 闹热搭擂台，闹热向下來。大家好啊，豐姑嚇。來錢啊，大家好。係啊，也有來段嘅流行歌曲組嘅波 V 正八歲啦。呦，你係邊邊一冠嘅李彥邦。好不容易啊！哎呀，不容易啊，要送起嚟啊！對，恭喜啊！送起抽就冇下來咧，好冇？哈，拜託一下，哈，加油呀！這個較冰調嘅，啊，認真調嘅，係啊，好福氣啊！老那個評審老師的話都聽進去。對，好來比賽之前呢，介紹評審先生啦嚇。歡迎齊思碧先生、齊澤偉先生、總飛先生、馮奕恆先生。 哎呀，禮拜參賽嘅朋友，原封不動哦。原封不動係啊。好嚟，加進行比賽哈。TVB 參賽朋友 ，TV 古球田大輪係唔會記定係冇。哎呦，你彈講啦哦。 我
各位听众先生好，哎呦，两位主持人好，第一棒等爱的女人呢？真的嘛，哎呀，不过你同伢老公感情人好啊？哎呀，伢老公记得啦哈，记得啦哈，记得，对你亲好啦哈，哎，就喺度好，啊，对你同好。你也退休咧吼，佢等於是佢冷衫、洗衫、洗碗，嘿，安好啊，嘿。比方说，对，哦，真的哦，退休啦，退休嘛該，退休喊他，我喊你要上班啊。哦，上班，你退休咧，係，佢退休咧。他组男主内这样子，男主内，安妮主外这样。对，哦，哎，有没有今后啊？都变呢，让他知道女人多辛苦。哎，对，他才会更珍惜哈。对，哎，其实我也很爱在家里做家事，真的呀。对呀，打扫什么的，哎，这很好呢。哦，你们家是你在打扫？你不知道啊？哎，打扫是那会打扫的男人身体会比较健康，而且会比较长寿。真的哦。对呀。而且这是有科学根据的吗？真的是有报道过，因为你一直在动嘛，就把它当运动，就这样运动啊，对对对，哦，身体会比较健康。各位男性朋友有糖豆吗？不用儿童给天数，做家事你会更长寿，对，对不对？老婆又爱你，洗碗你也是要老公来洗。哦，真的。对呀。厕所也是老公打扫。恭喜发财。哦。对啊。恭喜发财。才会赚。哎，有道理呢。老公洗。老公洗碗的话会发财。哇。真的。好，冲起来，唐先生公平。抢是非欣赏。好嘞。好，秋婷姐姐吼，先生。其實唔見比創業書歌曲一開始冇準備好。係，因為講你太沉醉在前奏裡面，忘記要開歌哈。哦，對。跌炮嗎？他不是沒跌炮，係心情蠻多味。哦。你心情不到位，所以他的音準就會有點飄飄的，還有感覺到他好像是，他突然想起來要去做這件事，對，你還沒有投入在整個歌曲裡面的感情裡面，因為前奏很重要，所以講你如果你沒有準備好，那個第一個字很容易就破線了，很容易就露餡哈。那也係聽的啦，啊聽音樂部分呢，有會其實也可以上線啦，經過按多拜嘅比賽個調整之後，也可以上線。已經到了一定的穩定度了，穩定度。按過呢有上時可能唔滿意嘅時節啦，冇調整好，所以就有一啲冇心啊冇愛嘅地方。你照理來講應該是一整句帶完，可是你在中間就換了一個很不應該換的氣。係，這個地方可能你注意一下。T 台那部分，然後按住 C。好，謝謝。好，來，看分數啦。看他顧秋婷嘅分數。新风先生，对呀，对呀，好了，謝謝，好，秋婷姐，先做休息。看住先，好，OK，沙下來，沙來陳玉賢帶來熱頭髮，來，彈個啦。点个你头发。
呦，谢，哎呦，姐好。所以拜唐冲狗会送金钱比赛的时间，对，那时候还是少女嘞。哦，小五个时间，真的啊。然后现在是人。现在是少妇，少妇，张公太冇去救啊，公去救哎，两在冷夜。我跟那就回不同家啊。对啊，你好厉害哦，就是拼命挤母奶，半夜挤母奶，上半夜挤母奶，给抽嘞。哦，母奶挤出来就会瘦这样。对啊，真的哦，这真的吗？而且很操劳啊。所以唔啦，可能你2点钟就要挤母奶给小朋友吃了。差不多。哦，你不是因为工作然后去照顾那一些偏乡的孩子小孩瘦的？没有啊，也有，但是因为爱上班还要挤奶，所以我就是带着那个挤奶器，然后4个小时挤一次。哇！然后用那个焖烧锅有没有装冰块？对，然后就老给你奶冰一批，带转一张不色。哇！啊，你们出台了？唔会啊，它有保温啊，有保温的。对。哦，对啊，这个反正就是小孩多喝母奶了，身体就会健康。哎，给食材吧，喝母奶的比较不会感冒。好，像我。好，像在微信上。董事長佢等下看天星嚟分享嚟到，啱一帶嚟台詞。母嬰教室。阿美老奶。出槍家吉娜講嘅吼，預先從窮少女避稅，4時就避稅到你變小少婦哈。我知道。高薪还有中国方法冇強用嘅，你上你後臉，剛剛施飛先生講嘛，就是臉部是肌肉，然後身體喉嚨咪係肌肉組成的。古時候講中國的時間，我們的肌肉有沒有放鬆同充腰？你係不用強鬆，你用把你衝，你說唔會知道，我怎麼唱不上去，我怎麼低不下來？可能你俩中高聲音呢，我覺得你身體構造有變化，還有高薪沒有變化。一開始我想講，那唱那首歌曲，用伴唱嘞。以前你有唱歌，那首歌曲要按有名，你按用伴唱。我想講，剛我聽到你本來感覺當中，你突然間聲音呢，啲個老散發嘅感覺，我覺得那個輕鬆度是很有，而且我知道你節奏感動好呢。你剛剛的動不只是這樣動，你還有一些聯動，我覺得好像你有放鬆。我喺講身體，唔過。可能因為你喺你聽一擺來到按嘅舞台，你喺聽一擺看到 CV 先生面對你，知道嘛？你聽到緊張嗬。唔過我知道一開始嘅時間，我知道你有緊張。唔過聽一邊嘅歌曲，我知道你做啲變化，我知道當厲害。因為大家都啲啲首歌曲用伴唱，甚至唔是看歌詞就會唱。你啲唱到聽一邊嘅起嘅時行插通嘅老散發，你自己做一變化，還有後背嘅。都是騎牛花，大家都會唱爸爸爸爸爸，你係爸爸爸爸爸。你剪個你頭髮，你頭髮，都是騎牛花，爸爸爸爸爸。我知道做安尼一些些的變化，本兩首歌曲很有你自己的迷信。我知道喺啲2點啲兩首歌曲地位度，我知道有嘅。兩首歌曲比上個禮拜表現得好，希望做得留下來。哎呦，上禮拜叫聲呢個表現到個較好，安尼一禮拜分數應該較好。應該較高一些的哦。哦，來看一下哦。好，看一下陳玉賢嘅分數。有，加油，進步63分呢。留下來幾率應該蠻不錯。哎。後面也是很強啊，55波，很難說。對啊，媽咪加油！票還沒開出來，還不知道啊。OK， 好，謝謝，你睇下。好，殺下來。殺落來，羅秀東帶來雲煙電台。好，來彈個啦。一邊無痛苦，世家己。
转移，电台归来，爱袂用，沿用电台。什么开始噶？什么老师？老太姐呀！哎呀，平平想路人哈。哎，根本有喊他问吼，系冇？哎，中国是懂本啊。他冇按紧中。虽然个子不是很。人小志气高。志气高，而且是非常感念的一个人。哎呀，哈，很懂得惜福感恩。知福惜福哈。对呀。从两条狗儿有贴片我送本万银，系冇？就你要讲，其实哈，就我爱感谢你真言懂多。我的一生哈，坎坎坷坷哈，我已经离开工作好几年了。一生中碰到的贵人也很多。因为我的先生已经去世17年又快4个月了。那时候我最小的小孩才小学5年级还是6年级。我在一家那个。我们投份一家很有名的那个客家小馆，永生客家小馆。永生客家小馆。有个名，也生意当好。当辛苦。尾都要休40岁年的哈，再辛苦也要做了哈。当然。为母则强。老公伫创工医院待业的时间哈，来来回回哈，有6生日的待业。6张年的时间。然后非常加到天视台哈，非常感谢我先生的夫家的2哥2嫂哈，还有他们2个女儿哈，帮我看我的小孩，因为我要去照顾我先生，所以小孩子没人看，所以他们帮我看我的小孩，我很感动。二伯跟二伯的小孩，对，二伯二嫂这样子，还有他的2个女儿哈，帮我看我的小孩，给他吃饭，载他上下学，我真的很感动。一生中真的感动的人太多太多了，对，就是顺便让我讲一下，然后我有一个姑姑的女儿，其实那个姑姑跟我们家完全没有血缘关系，是我先生的奶奶带回来养的，然后就是。要养4个小孩哈，经济也是有点困难哈。然后他的屋檐下给我们做生意，卖蚵仔煎啊，卖面粒的啦哈。然后我每个月要拿5000块给他，他不拿。然后我在那边做了3年4个多月，因为他是房子要过户的问题，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做下去了。然后后来算一算，我要给他20万。所以用2个天。用他的电，用他的水，他都没有拿半毛钱。然后我很感谢他，然后我就跟他讲说，他叫凤雪，我说凤雪，谢谢你，真的很感谢你。每次生日的时候我就po给他，然后我就跟他讲说，谢谢你对我的拉拔之恩，照顾。结果他很简单的一句话叫举手之劳。举手之劳，我很感动。每次听到、想到这一句话，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。真的，我很感动。这个社会，台湾社会真的很多温暖的地方，对，所以我非常感谢今生帮助过我的贵人，我非常感谢你在这边跟大家一鞠躬。其实会感恩惜福，这点也很重要。对啊，这是一个良善。披萨帮助恩里唔系因果的，对黑毛，那你也懂得回馈。他一般有几费的时间，你做的帮助披萨。你根本要感谢人，我相信没有糖度嘞。应该会看人的节目吧？我特别同佢讲一下。我应该会讲啦啊，有看冇看，俺咩唔知啦。节目看到，可能嘅亲戚朋友都会看到啊。对，不然你就把 YT 频道贴给他，我们还有 YT 频道，强迫他看的。好啦，是蒙雅分享哦，哈。很仔细哈。沙磊磊堂欣赏公平，抢飞欣赏。徐董姐你好，老师好。你的嗓音色彩是太厉害了。你的声音很厉害，而且你非常的稳定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得、很棒的一个厚实。因为一般很多人低音他唱得下去，可是他没有厚实又干净，同时发现在你的这个歌里面。可是你的声音是这样的特质，我觉得很棒。再来就是你的节奏感非常的稳。所以根本你整首歌唐黑伦就是非常的稳定。
然后也让我们可以感受到你的情感。虽然好像没有什么多么厉害的什么标啊，可是我却能够感受到你的情意在里面。好，那有一点可惜是你第一次那个温有情意差了一点，其实你可以。像第2遍歌很棒，你就上去了。以后遇到高音不要害怕，你就把它冲上去，没有问题。因为你的声音，你的嗓音是非常的温暖，你有温暖在里面，所以当你到高音整个冲上去是没有问题。因为你回来之后，你依然保持着那个温暖，很鼓励你加油哦！我真的很期待未来每一次继续听你的歌，然后从你的声音、你的歌声当中发现更多你的礼物跟你的惊喜。谢谢老师，感恩。智慧老师，是必先生。小同志其實已經講哈，其實變真嘅本體家當都會歡喜，當中有個新的聲音，還有你要張演技啊，做得很厲害的聲音，我們真的很珍惜。所以講我本一個小小的建議哈，因為上週禮拜聽一拜嘛哈，要拜聽一拜。上週禮拜我就同上講，咁講呢，要週禮拜我上講，你有這麼好的成績，我希望你未來做得更加堂都更加好的上線。所以有一張小小的建議，就是換氣的位置，你要注意哦哈，因為上週禮拜就出現很多換氣的位置不是很恰當，所以希望講在溫馨的地方啊，一個樂句好好的把它唱完。那舉一個例子，一筆胡同酷色加比嘅搭地方，你對酷個色要兩到4個地方再換氣了。基本上乐句的部分还是一句完整会比较好，好，就是说在乐句的部分换气，温馨的部分呢多加注意啊呢。好，安子生，老師是吧？先來看佢嘅分數，好，先來看羅秋棟嘅分數。嘿，來，什麼老師？你是神雕的分你作為留下來嘅分數啊，哈，安尼哈，好，繼續加油啊，謝謝，好了，繼續來談下呢，下一位哪個哩曲啊？哪個哩曲嘅聲冇衝上萬哦？嚇，廿個嘅呢？廿個呀？咁好？啱啲啊！冇聽啊，冇聽錯衝得清楚啊！冇冇咁多表現啊，我哋談過啦嚇。早上晚呀呀談，無奈重陽故鄉總相盼。其實覺得一開始覺得還蠻簡單，可是後面就覺得開始哪開始？以後要唱我的歌，再好好考慮。真的，他的歌真的不要亂選。寫開萬幾條，夢途很陰夜裡，寫開萬幾條，談情愁也愁，故事也更重。夢途很黑午夜思，怕寫開相對心跳按難離，轉身母子跌落，談情愁，情愁，情愁愛心手。早上晚呀呀談，無奈重陽故
什么拍嘎？这2个礼拜是跑去哪里风骚啊？是骑摩托车都没有保护好，对不对？嗯，紧张哎！你觉得这首真的很，因为这首其实觉得一开始觉得还蛮简单，可是后面就觉得开始觉得蛮开始是哪开始？对，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听这首歌的时候？哦，真的哦。对。哦，听他的歌会觉得很简单哦。真的哦。就是，可是到后面练的时候就觉得真的蛮困难。但是你今天问题不只是觉得很简单的问题，对，他有歌词没有，你歌词的部分又没带到了哈。哦。因为上台前，然后其实已经背好了，然后上台之后就，真的哈，掉以轻心了哈。而且他又感冒啦，在看你唱歌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好辛苦的感觉。嘿啊，但因为你的音域是比较宽呐，嘿啦，对呀，所以这首歌真的也不好驾驭。哎呀，不是听得这么简单吧？还是得挑战自己。哦，对，哎呦，这个精神很棒。对。所以你看老师们这样也在伤脑筋，为了你这样子在讨论，不知道是有碰到什么状况啊？讨论完了吗？讨论完了吗？好，来，雨就唱一会喽。对，知心你好，那个前面第一段唱错部分太明显了，就是如果你今天在一个演出舞台上。你知道你自己已经唱错了，但是你不能让大家发现，真的。所以你要有。我才从厕所出来，我就想说，哇，完蛋了。因为我想说2句，可能第2句会救回来，但第2句的部分还是一样，就觉得有点可惜这样子。对。然后可能因为感冒的关系，声音有可能一大部分没有办法好好的唱出来，我觉得很可惜这样。对。但我觉得比上礼拜好一点的部分，是因为上礼拜。都是全部整首歌都是用气声的方式去带，但是在这首歌里面，它到后面它还是有起伏的，所以我觉得这样是好的。就是如果你在演绎一首歌的时候，里面的情绪以及你唱腔的变化有1、2种以上，甚至更多的话，大家在听的时候会感觉廖树狗 Q， 哇，第一段的时候我感觉我今天是一个人走在路上，我可能到后面有遇到谁。然后到第3段，我们分手了，哭天喊地最后我自己好了，就透过这个每一段你自己诠释出来的口气，让大家去听见，因为你是唱歌的人，所以你要用你自己的歌声让大家认识你，这样对，所以我觉得有变化是很重要的，对，但可能身体的部分当然还是要好好的照顾自己，因为毕竟这还是一个比赛。所以我觉得很可惜，没有办法听到你可以用好的声音去好好的诠释这首歌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身体养好之后，然后把所有关于气声的唱法要好好的练习，因为如果我们在唱气的唱法的时候，你的腹部的力量要往内推，然后让你的气通过你的声带去让它震动，然后让它发声出来，它是要非常大的力量，你才足以让你的一句话可能是听起来很柔，但是它却是很稳的一个气声的唱法。所以回去练习的时候，你可能可以找一些方法练习。像我的话，我就会躺着唱歌。对，我就会躺着唱一些比较需要气声去唱法的句子，然后越慢越好。你
你要去感受你的肌肉状态，然后听你唱出来的声音是不是很稳定的。那当你站着起来唱歌的时候，就会更稳定，这样子。对，希望可以继续加油。好，好，这位老师来。系一本知心鼓励哈，因為上個禮拜係講便宜嘛，吼。我想講哦，你去比賽多了下，你有機會轉去看一開始比賽到根本嘅位置，其實你進步當多。尤其其實他衛冕那幾個禮拜，真的很驚豔，真嘅。當然你當恭喜你做得啲比賽坐到部位。嘅時節，簽到之間冇強樣上線，係你強樣嘅問題，所以講根本本地，你後邊真要唱出來。你一開始你在唱歌時，你同講講，唔會像上個禮拜一樣，全部都氣聲嗎？怎麼辦？你後邊真要唱出來，唔過因為你身體嘅關係，因為你唱唔出跪態團嘅關係，你係唔知架追態根本啲啲會跌倒嘅問題，嗬。唔過你外我講法原因係講。你千萬唔好因為安樣型，根本可能冇辦法留到兩位，打擊自己唱歌的自信。我攏講係，其實你進步非常的多，後邊有當多嘅機會，所以這個轉來身體養好了，係我咪提供一個讓遺憾欣賞冇強嘅方法。你唱過一種問題，你接都唱到頭前聽，你唱半日男朋友聽啊，係講評審老師聽，你安排練習嘅時間，你要唱後邊言堂啊。你要想象自己在一個很大的舞台，你喺上張在吹氣，你係一種練習嘅方法之一，提供俾你。最尾有人講嘅，對自己還有自信。基本不管用辦戲，都歡迎這個轉來，好冇？加油！好，還要看嗎？分數？不要考，是不要考了。不要看了，要看啦，要看啦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那可能記清楚，下禮拜要準備買東西，將個轉來，給自己一個好好的教訓，對吧？來，看一下羅子晴嘅分數。來。兩比3分，你是3分。對啊，還不錯啊。你還鼓勵的分數，你嘛？因為歌詞抽唔抽係心態很大的問題。那有可能扣一扣，應該是可能90分以下，還有91，不錯。60個人衝得後，可是這個歌詞這個部分，這個真的沒辦法，必衰嘛，對嘛，身體用好來，身體養好來，好吧？好，以後要唱我的歌，再好好考慮。真的，他的歌真的不要亂選。冇啦，有問題做得冇愛啦，做得冇愛。OK。沒冇好。好了。我聽啊，有人有天分嘛。好了 ，OK， 好，非洲休息。子晴，好了，沙雷，我们老師們都很不捨，對啊，對啊，慧茹老師都快哭了，真的呀，因為看到他的進步，同條拜必起了，嘿嘛，他還是從衛冕者，還衛冕3關，貝爾斯共實力堅強，嘿嘛，大家看着他成長，真的好可惜哦，好，等你下一次好不好？有機會再來，好，不要哭，你要哭對不對？你要哭了對不對？不會啦，很快就可以回來啦，唔怕啦。對啊。嘿啊，吼。好。吼。深深慢在等你回來挑戰，你在哪裡跌倒，在哪裡爬起來，好冇？深深慢，下一次如果有機會回來，第一首歌就叫深深慢。沒有，可以在後面一點唱。他又不會跌位，哦 ，OK， 加油。好。沙雷，係邊邊扎，李彥峰帶來韓國。來，彈過啦。韓國河波聲音內含多少？韓國樹河錯了給龍應高，萬歲的呀高松高河，唔知過了有幾多年？韓國西路變得愛認真，韓國天橋。從無人照顧，萬世的呀高呀高度，幾多春夏秋冬，比過東亞西亞比。
万喜路不卡最上的转机，比孤独啊是啊，都是该给你，比了安yên的了比的爱能的，不管行呀行到哪一位，不可永远提心独立。比孤独啊是啊，比孤天梯，比了安求到了比的爱能的，不管行北行南，行到哪位去，万喜路不卡最上的转移。比孤独啊是啊，都是该给你，比了安定到了比。行呀行到哪一位，不可永远在心头里。多谢。哦，韩国。冲到整个身体2度后冲2条狗尾，让大家哭成一片。啊，因为挺极度给我人看。我啦，给唔攀的啦。唔攀的，佢個感研究嘅感情，2、3年呢。嗯啊，你说我说跟知心一起吗？你们会一起吃？我说我们一起吃饭了。你是在讲这个吗？我们在讲攀，就是攀的嘛。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。对啊。我啦，我们講衝到鬼神咩在麻。麻為什麼？暗地內，我不知道我就唱麻掉。那很棒啊！可是對，能夠唱到自己麻掉，那個對於一條講嘅嗰個感情係咪？其實簡單嘅就係咱記得鼓勵比賽係嘛，後來有機會見到位表演嘅時間，一開始啊，我記得有一個6堆客家文化園區的展覽，就叫做行歌。給他們的主辦方請來歌戲，想為佢來去唱一條歌曲。我從來想講，我就從那時候開始，我大1吧唱這首歌，我想哇，以後堂，後來就迷敗給延春，就是這首歌被我唱了很多遍，但是我唱得比較歡樂一點，或者給我唱到這個柔情版本唱到有點整個身體麻掉的感覺。而且你的以前的表現可能就會放得比較上面，你今天是整個很寬，已經有情緒，對啊，那個情緒，對，是感人的，是感人。多謝，唱到你看他們都在哭，對啊，哦。你們平常在一起，因為2、3年的感情。其實我想講，知心很努力，因為你就講你當18歲天天，其實對愛，跟住愛出來唱歌，出來表演嘅時間，愛冇度都不愛。沒當你是誰，講得好像你就是沒有遇到比我還要小的啊！知心還替給度的，他說哇，因為跟誰，我覺得她有想法了，很有夢想一個女孩。一次跌倒不算什麼。而且真的大家2、3年在一起的感情，從疫情前到現在，感情冇咁樣啊，唔看秋天機。对啊，所以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再回来你会更蜕变，好吗？好 ，OK。要不要一个抱抱？罗哥都要哭了，你看。我刚刚看到他真的很不舍真的，因为罗家小孩啊。纳米哈，谢谢爸，谢谢爸，谢谢干爸。来，纳米哈。谢谢妈。啊，我不是你妈啦，叫我姐就好。来。怎么样？动物园的园長，你也要抱抱是不是？加油，認真了，加油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好 ，OK。
好，那个燕峰，你上会下勾的啦，不过其他下勾的可能会下，其他上会下，不会写而写，一直都是这样啊。你想讲有几篇发经验有的作品，已经有一首歌之前来节目唱过，那几次给录，提经验给演出发行诶，然后想说今年还有一些之前喜欢的作品，然后还没有制作出来的，想要然后认真的来制作一下，就是已经不是做 demo 那样子，对 demo 真的去找制作人，然后一起把这首歌完整一点，然后继续可能今年的原创也要比一下这样子。哦，加油哦！加油！哦，其他人嘅作品哦。对松曼演唱歌案叫呢，上次原创已经是去年8月的事情了。去年8月，对，已经过好久了。等你节目播出的时间，可能原创又要截止了。报名了，这样子。好了，差不多了。加油！哦，从这里唱视频欣赏。好嘞。燕峰，今比从亚述歌曲，其实我一开始刚刚在试音的时候，其实我很感动。就会头前要亮机啊，这个就会刚刚讲到自己会发凉，这个其实就我一直在讲的。好，到半夜唱歌我也会一直试探自己有没有唱到这个点，因为让你觉得身体会发凉，代表细胞跟着在震动，受到你的声音的感染，你身体在震动。所以今比你从亚述歌曲啊，其实一开始其实我就已经有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了，所以其实啊一切其他嘅 help 嘅表现方式，亚述歌曲啊，基本上啊，我一直很喜欢啊，然后同样啊当戏仿亚述歌曲啊，所以我甚至不用看歌词都知道你在唱什么。所以所有的表现方式、表现方式跟表情的方式，我还知道也比唱亚述歌比头摆唱歌的还要好。也哈係歌唱比賽，唔係創作比賽，所以靠音嘅係牙嘅上限。嘅部分的彈性，所以一首歌曲應用版代表也嘅歌曲嘅感情。你一個歌手本身，你要詮釋很多種不一樣、冇同樣嘅感情。你見比嚟韓國也嘅部分，來唐東也嘅感情，其實我自己也跟着你在發涼，所以我這是心情是感動的，啊，我是滿意的，非常好，哈，比唱歌，好，安子 C， 欣賞，好，我要唱《青果粉》、《小冬至》還有《秋天至》，兩位評分呢，向下來到舞台度哦。聲音哦，打擂台聲音。是3點5嘅啊，好嚟啦。來看佢判法。登記進來。好。好。就向下來看李彥峰嘅分數。山高流海從哪處？我們客家電視台本來你倆本來等下學唱歌嘅。韓國幾個台灣全部都客家，客家。我講客咗唔得講客。哦，係啊，對啊。以前讀書咗唔得講客啊。我發錢。對呀。係啊，我會發到我口。係，也係掛牌。係啊，發到我口破神。最後氣啦。向下來看李彥峰嘅分數。恭喜彥峰卫冕成功，連續2禮拜2冠，恭喜搶登上你的衛冕在寶位，恭喜李彥峰。傳統組嘅寶威正8歲，你係衛冕3冠嘅有成績，恭喜哦！係啊，用繼續保持下去哈，唔錯。來好，而家今日看下有什麼參賽朋友來到我哋節目當中。好啦，比賽之前嚟介紹呢金牌嘅評審先生。哦，歡迎啊！蔡永興先生，曾明珠先生，林占義先生，陳秀鳳先生。好啦，好，先生介紹題，按照嚟進行比賽啦。歡迎新嘅朋友來咯，來自新竹竹北邱順芬帶來評判。好嘞，彈過啦嚇。上是那处？
你好，哎呀，阿本小姐吼，礼拜来哈，哎，紧张哈，第一次来，哦，谈的做人懂紧张，哎，迎亲准哦，哎呦，那个声音吼，特别，抖音很厉害哦，真的，哎呀，这是我的败笔，不会啦，不会，也是特色哦。哦，对啊，现在抖音很流行啊，哎呀，还有声音全部当日在看抖音，我讲。哎呀，礼拜来啊，你有没有来参加？哎呀。应该是说，我刚学山歌不到2年，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呢，我就放下工作，然后有很多的时间，然后去学山歌，然后我觉得山歌真的是非常的美好，因为我觉得山歌呢，让你有任何时间、任何机会，你都可以去发挥，没错。所以后来我本来是合唱团的，唱客语的吗？合唱团的，唱那个客家合唱团。后来呢，因为我们唱客家合唱团，应该也有机会去唱到一些山歌。对，后来因为我们唱了一首老山歌，爱咋暖咋心哎！我说哇，这首歌真好听。后来我就问同学说，在竹东哪里可以去学山歌？他们就说去找林杰雄老师。哎呦，就因为这样子，我就请鬼拿药单。哎，跟李欣赏俩还没冲得清楚啊。后来因为这样子呢，我就踏上了山歌之路。其实我也知道我唱山歌哈，其实我腔不是很好，但是我真的是敢演吗？哎嘿呀，嘿哦。老师讲哎。强吼、晕吼，做脏掉了。然后我也觉得这个热闹打擂台，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，闹热打擂台，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，让大家可以发挥。没错，所以我非常爱你们，感谢你们，谢谢。哎呦，也谢谢你，谢谢你的故事，谢谢。讲完了吗？邱姐姐，讲完了，讲太多了。分享给用版可以是冲山歌嘅故事。冇接书，係啊，冇接觸到冇戲服，你就冇通。对呀，哎，教授人家发现，哎呦，原来客家那念读嘛，那读都得冲，这么的美好，想唱就唱。你们不知道，因为台湾歌 KTV 很多，可是客家歌没有，很少，所以这些阿公阿婆只能在把公话唱，那你要支持他们。对，支持他们，要爱护他们，所以我们班上的那个快乐山歌班，抢着唱山歌，唱不到还会生气。你什么时候快乐山歌班？你什么时候要出来选县长啊？我想要先选里长，我觉得你很激励人家，我想要先选里长，对。我感觉可以先选总统。对啊。因为其实不瞒您说，我还在上班呢，但是我觉得我在业余时间，然后找到自己的兴趣，就是山歌。非常爱你们大家，谢谢。你继续发扬。Yes， 对，由热爱开始，会越唱越好。是的，其实就是这样子。哎，你看，慢慢它就感染到更多的人。对呀，那唱完了，那我们要听专业的。我们真的有专业的老师来了，这真的是非常非常专业。1等1的啊，你也告众欣赏。小手指吼，今日创业嘅平板，佢选来创到以後啦，佢基本其實個嗓本身嘅嗓子吼，嗓子咧好，但是今日佢江山，可能體敗來吧，唔過後生人啦，出得鼓勵啦，佢也都講創嘅東西，當然可能林先生教佢教佢嘅時節，佢要走夾嘅方式去教，唔過佢。我因為佢學嘅時節，佢可能係比較較知識化嘅方式去學嘅。故所佢學起來嘅東西，唱到很多平穩。目前啦當然係啦，目前嚟講，也嘅可比講第二季學唱歌嘅前嘅韻啦，韻味啊，冇按講啦，線上都有嘛，按講已經談嘅事啦，第四季咪仲有無奈何嘅，佢咪係仲有冇按演法啦，也下擺做得個較上網大表演咩嚟啦，學唱歌唔會嗰隻唱詩流嘅，唔會唱嗰隻唔是，可能佢咪平常冇乜嘅講客。嗰個佢啊，佢講海料，海料音啊，係，個講試驗嘅時節，而家要談到冇乜嘅伊發料啦，也就講，外行呢會要求佢就講嘅很多詩章強言，做嘛會講詩章強言，
較早人咧也當過咩有人講，要用海陸來創作唔得噶，咩做唔得，表演做得，但是正經你要講比賽嘅時間，視障強演嘅標準要變到哪？因為佢有很多實驗成果嘛，佢咩海陸成果，我就會要求嘅安尼。我認為佢人唱相當好啦，後生人出嚟鼓勵，加油！對啊，第一拜。没有，难免会紧张。都秀。对，哎呀，所以还是要见真章的看一下分数了，好吧？看一下有顺分嘅分数。来，有。不差呢。哎呦，真的这个分数不错呢。第一次，然后你还抖音抖到这样子。对，但是这个就是炮灰的分数。没有，跟某一天哦，第一次来碰到4强。哇，真是比我容易。比赛真难讲，对啦，是没错。但是一般的第一次来比赛，然后可能就紧张，然后一般那个90、91或是90.5啊，就差不多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给我的鼓励，谢谢。肯定你对山歌的热情。对，OK，谢谢。好，加油加油。好，谢谢。那请回座休息。谢谢。好，来，沙下來啦。沙來係一天幾帶來平白。嚟，彈講啦啊！见面嘞，歡喜哈，歡喜，歡喜，歡喜呀，對呀，花蓮之光，花蓮之光是夢啊，青島好朋友，是夢，你客家天師台本你倆本來等下學唱歌嘅，安好會平台啊。感謝給勇士的征服啦，哦，順利客家 VNV， 希望客家 VNV 本來民國70年、80年，加英國順利都也都會不會？嘅2000年的時間是上省立當有客家客家 VNV， 當有客家天師台，也很多幾個台灣全部都客家嘅，客家。冇講客做唔得，講客。對呀，以前讀書做唔得講客啊。我發錢。對呀，我會發到我口。也係掛牌。係啊，發到我口破神。最後係啦，你一個我做花吧。你是講髒話吧你？講笑啦，講笑。花蓮應該撞到好料嘅地方哦。係啊，真多啦，真多啊，花東這片。啲空氣真好，呢度那邊料都感覺到哦，當好料啊。當好高。對，空氣當好。空氣當好。對。嘅啲嘅空氣好有獎嘅味素，連蔥果幾好，蔥山果係嘛？
因吹演帮助都合唱山歌啊。帮助有好朋友同向下练唱，爱真好朋友，所以佢鼓勵愛唱山歌。哦，真的哦。誒，同班的同學嗎？唔係，以前嘅好朋友，佢之前都有去參加合唱團，啊，都因鼓勵愛去唱去合唱客家山歌，係講愛唔會唱啊，佢講唔可以做吃寬啊嘛，好教啊。啊，都愛退休兔孫咧，家下都冇上班，家下愛做停做好啊，演唱都演有興趣啊，唱到呀變成法連之光。係啊，錯過一年都去咧。好，來，唱出嚟，唐先生講。向明珠先生，是冇先生。天橋子嗬，衝一倒擺來應該做得平常心咧嗬，冇需要講聽緊張。你個花朵嘅人行去，到時候會有受傷。可能因為以前你บอก啊，繞骨講3度啦。中吹繞咗3度，講出唔得切啦，由於朱砂啦嗬，所以尤其係止痛嘅藥吃落去嗬，人嗬會影響，會影響，會較疲勞。好，像係前波，我一病下來，一放假就話病寒假。我幾張人是落下來嘛，嗬，是病送嚟啊，病送落去一下子，乜個毛病之類咧。真的哦。係啊，是流鼻水哦，打哈欠哦，緊促哦，又沒流感。做唔得太寒呢？係寒唔得啦，做啊，人家講係落命嘅人啊，一寒落去是破病咧。哦，所以食肉啊，寒要注意哦，哦，食肉冇食咁多。對呀，都冇乜感受。係會影響到以後咧，上代咪會受到影響啊，嗬。身體要顧好，繼續去努力，再個衝啊，這樣再上，好唔好？有些準音啊，有些緊張，錯冇？哦，安子姐，哈，再來看下分數啦，哦，看一下葉天橋嘅分數。93.5，所以韓人也個水準之上。係啊，冇緊張，吃鹽就會緊張，吃鹽就會緊張。禮拜都唱到好，一咧就好咧。好啦，去做休息。什麼天橋子？一咧緊張，做得本人的舞台當中比較集中精神一些。好啦，沙下落。沙落係林啟雄帶來落山歌。講啦。客家文化，愛發揚啦，希望了。香烟啦，到處衝啦，春是九強18條啦，四季八節。流暢啦，林老
老师，你好，帅哥美女。奇怪，怎么会这年纪越大啊？要是越来越进步哈，因为呢。多练习吧。有参加合唱团，有练发声。哦。我觉得刚刚补充啊，该邱小姐。他就跟我同一个合唱团嘛，我们今年北部第1名的哦。他合唱团，然后他有想学山歌，那我是山歌协会一个理事长，就懂了哈。所以人家鼓励他来我这班来学了。OK。我们有老师，那我私下也有教了这样。他进步很快。嘿呀，很厉害，真的很厉害。进步都很快，就91分呢。厉害嘞。对呀，你没进步轻多呢。对啊，林老师自己就进步。谢谢。他是真的从大概这样子，然后进步到这样子这样。哦，真的哦，这你说比较准啊。谢谢。因为个来比懂多半。嘿呀。前面几次全部老师妹来对上了，前面几次都来对唱。对唱没有，这个没有来比赛。十几年前了，很久了。他有，那之前有来比啊，有忘啊，有印象啊。全部对唱。哦，真的哦。对，全部对唱。今天要贡献什么？你真的讲听一个笑话，听一个小口嘞。啊？脑中急转弯。脑筋急转弯。那个太阳、星星、月亮，玛莎黑哑巴。哦。太阳、星星、月亮。月亮。星星，对，天上的星星不说话。哎，对。哎呦，真的，天上的星星不说话，真的哦。地上的妈太好猜了吧？再问一个比较简单的了哈。这还是难的。哦，还有啊。周瑜的妈妈姓什么？孔明的妈妈姓什么？这是2个问题吗？是一个问题了，2个人嘛。2个周瑜的妈妈，还有孔乙的妈妈，孔明的妈妈。哦，香嘛该哦，唔会难哦。周瑜的妈妈跟孔明的妈妈姓狄哦。啊？小Ken老师狄哦，香嘛该是季汉还有和。厉害，季生瑜，和生亮。小Ken老师，对，这都是博土。对啊，这都以前的那个脑筋急转弯，但是你久没有听，久没有使用，就想起来。这时候就问小Ken老师就对了。对，他有老灵魂在。他什么都知道，你都敌嘞很厉害哈。好，谢谢你的贡献，谢谢你的贡献哈。但是还是要听老师讲评的哈。来，抢占一欣赏。好，克强哈，你今日创个了哈，师张强也。就像高中讲的唔好创到像嘢知识化的。所以佢台灣創嘅咧，從第一行開始第一季就4、3、2、2、3，到第3行開始，佢都冇知識化了，就變化了，就變到2、5、2、5，嗰係4、3。第二種嘅創強都冇完全冇重要哈，照字義嚟創。你照字義，所以按你講加分啦。加分了，各方面嚟講，就講人哋創嘅人哋用咧呢變化嘅創強，唔可以講4、4，做2、2、3，冇做4、3、2、3。都係用變化，所以講佢司機點樣都係用變化，千難的。嗰個佢創到嘅腔調咧，韻腳上音即係非常嘅順，非常嘅好哈。謝謝，真的從都懂。來看一下佢嘅分數。好，看一下林克雄嘅分數。好，來。94分呢，總分94.5分呢。繼續表落去哈，安志生。林先生，好做休息。來沙下來入邊哈。總元簡帶來3個字。來，彈下啦哈。就念啦吼，現喺教養嘅封建那東西啊，真緊行落去行啊奇怪，跳天就給誰來呢？冇可能跳那，冇可能繼續看到他衣服這一件，還有褲子什麼顏色，全有看到。個做嘅上抖音還記得咯。是綠色衣服，咖啡色褲子。啊，就東西上講喎，聽人去行吉鋪，聽人去行哦。
就是一下子，回过神来，我刚刚看到什么？云间记哈，嘿，好，真好吹伊了吼。哦，真的啊。系啊。哦，好命啦。唔系，佢喺讲妹讲，唔好带对付下阿很记吐妹嘅吹伊了。哦。你有咩人妹吐吹伊了？没啦，因为俺老公身体唔係當好哈。很記太妹吹伊了。係啊。因為查咗冇牙事咩？哎呦。係啊。哦，你要做視察呀？哎，忙76歲呢，76歲就行到靠高啊！太忙了，很六三。對呀，所以視察技術上當好的。因為俺老公身體唔好，是專門癌事啊。因為身體唔好，癌事很難調照啦。如果行就行，唔會行，佢頭都唔得行啊。俺妹也是講，帶爸爸出去走一走啦，不要整天在家裡啦。那所以兩個要懂會走啦。哦，我老會出去行。啊，有做伊奈了。懂未這哦？沒有力啦，我是耐出去啦，係咪腿中啊？可能發，那但沒有力啦。苗栗市。苗栗市，對，苗栗其實有很多。對啊，上灣嗰邊係啊，上灣嗰邊啊，太府採草莓啦。哦，斯坦嗰邊有鮮草，愛啲。對，我們前半個月有去。哦，仙草花節，像這種出去玩一玩，這現在我們家小孩也是啊。怎樣？叫你帶他出去玩？不是啊，有時候爸。你真的一直待在家裡，你都怎麼都不出去呢？要出去走一走啊！對，不知道。真的出國啦，出國了啊。不想出國，很宅，就走不出去了。還出國冇嘢，我幫佢聽啊，我有講啊，我朋友咧都去歐洲當中咧，佢講下一次，明年就是今年，要不要去日本？我幫佢聽，佢講好，都未2日去打電話幫佢講。唔去，老公帶你去啊！我講唔帶去，我樣嘅啦。叫伊要牽佢要隻行李，乜有問題？阿妹做唔得故意嚇。阿妹要做得啦，係啦。有搶長照嘅人？沒有，因為全部自家顧哦。佢唔會行㗎，佢自動會行。但是如果佢冇接到就唔會行啦。所以我講你說完全不會也不是啦。他會走的時候，佢就懂會走啊。所以係啊，跟團應該很做的啦。輪椅睇下縫片嘅地方。坐輪椅啊，就很傷腦筋。佢講捱會行，捱會坐。還是有尊嚴的，對不對？對呀。那就跟你女兒你們一起出去玩就好了。對啦，這家人這樣出去玩也是很。互相照顧萬用。對啦，對啦。好啦，嚇，你從頭安尼唐先生嚟講。陳小峰先生。嚟。遠景劍尾衝來唔可以查哦。你啊劍尾衝啲散狗子嗬，你講嘅飯仙散狗子當好糖。你講嗬，會衝過好衝過嘅人嗬，真嘅唔會落。
感谢你客家电视台吼，有你暗好的舞台。今日吼创立个个经营公司才创得非常的好，吼，继续安尼保持下去，吼，加油！好，安谢谢，非常的好。哎，看本书了哈，欢迎他总允点这本书。你用膝盖很意思啊？49，这个分数 OK 啊，是可以留下来的分数了，哎呀，哦。恭喜啦！好，谢谢啊，恭喜！你还可以来一日游了哈，还可以来玩吃便当了哈。好，谢谢，合作休息哈。好来，杀来，杀来，喺邊面揸仲要整低來落山歌。來彈個啦嚇。哦，你真记跟唱歌的真的好。廖年哈，给他上呀。啊，你很厉害哦！你有啲人我做唔过嘅，係啊。你當初學嘅時節咁有欣賞，我係唔講哦，一聽到轉轉雲南有嗎？是多聽啦，多聽，多聽，多唱，對。我真係啊，欣賞有講特別不高，係唔講一聽到安尼轉安尼。哦，會，沒會，哦，轉音很重要。是啊。經音就轉多就好冇啦。還是有那無形空間的人找你這樣。啊，叫你要轉，幫他練高音。哦，今天要講個靈異故事哦，真的哦。有年啦吼，現愛教養的封建那東西啊，啊，真緊行落去行啊奇怪，一直跳天就給誰來喏？冇可能跳那，冇可能嘅腳，可是看到出身體天天冇跳那冇腳，背後。一樣係對，看到他衣服這一件，還有褲子什麼顏色，全有看到。哎呦，哎，個做會上抖音，還記得咯。哎呦，是綠色衣服、咖啡色褲子嗎？啊，咋東西上講我有聽人去行吉普，聽人去行哦。冇，就是一下子，係啊，哎，回過神來。我剛剛看到什麼？遺骸就唔見睇了，係嗎？對，是在自己的家裡哦。對，即使我婆婆已經往生，但是很多年的那不是她，那絕對不是她。哎呦，那你有沒有家裡有沒有找人家來收一收？係啊，有啦，有係啊，有錢啦。有錢。其實係冇用辦嘅啦，但是講很多嘅當下，啊，我想誒。
落个见到那东西夹夹纳纳吼，啊还是喊出来，因为爱过年的，可是小年夜的，要爱过年的，该看到俺老公啦，俺嫂啦吼，想到个客厅坐呢，俺唱魔讲，魔讲哦，哎，俺上街过年呢，讲的他给我吓到呢，我自己是小吓到一下啦，是像那种过年的，冇破坏气氛呐，哎对。年后年过的硬来留幾多講？真講，後來有係看到冇？冇看到，啊不可以發生乜事情嗎？冇嘞，冇。哎呦，他說可能是一個時空交錯吧，重疊。沒有可能啊。對，很難講，有時候說有平行空間嘛。對，或者說你運氣壞壞的，或者什麼從外面帶回來，然後他今天覺得你家裡還蠻舒服的，他也就住下來了。因為某一天啊，說不定帶來好運的。很難講啊，沒情難講。我有一天也是啊，在家裡就是房門一開，然後一出去，我就突然看到一個黑影這樣子，我就啪，好快哦，閃過去啊，就我想，什麼東西啊？為什麼？而且白天呢？白天呢？我想奇怪，然後我就慢慢，我沒有慢慢哦，我想要我衝出去看看到底是什麼，我就衝出去，然後一看，沒東西。然後我就剛好我兒子的房間的門口是開的，對，我就慢慢進去，一隻黑貓。你家養黑貓嗎？他女朋友養的。哦。啊，那一天他女朋友住在家裡。哦，沒有土點的也就衝。哦。害我嚇死！我以為是達比突然衝出來，達比他媽大隻白白的，他就白白一個黑影，白白一個白影過去啊！我還嚇給他，說因為我有東西呢。哦，好了，沒啦，我們心存善念，做好事，對他不會害我們的，不會害你啊！哈，好，來從這裡請高中欣賞。好，張玉珍小姐今本日創業屬羅，人家講羅山歌，應該講西安山歌，泰山歌。基本上佢出得佢本身上音色好聽嗬，佢最主要創業嗬，我就講有話講嗬，較早人創也到按呢山歌時間，到山當唔會有伴奏啊。唔可以有音樂咩？全部係清唱啊！清唱嘅時節，就靠冇辦法以唐詩講，佢一音要偵查到哪去？到呢邊冇咁樣，到呢邊因為有小腔啊，就頭來接定咧。一唐就啲人唱嘅有話都講冇，就有火冇。但是一點咁樣佢做來相當好啦，嗬，也係。當到人冇去注意，你唱咗條唱喺一出嚟，唱歌咧，冇就唔拉歌。哦，上禮拜注意 V 啊，係啊，唱喺要他低調不低調，一定要 F 調。有啲人都冇話講啦，嗬，點解又唱話講好聽？而家唱一條跳嘅一隻歌詞嗬，43也好，25也好，很酸的歌詞，故說點解又唱嘅？除咗雜雜嘅雜雜事以外，其他以後係錢嘅運也有錢多，加油！好，子飛，哎呦，這下問題，老師也是在雞蛋裡面挑一點的骨頭。聽錯愛啊，你唱到今後做得很好嘅吧？係冇嗬。好，先看寬分數以前先搶你嘅親哥分，林克雄，林大哥，來都可以懂。哎呦，林老師他自己也想象不到。對啊，搞不好有一天你就可以走上去了。好難講哦。好啦，我來看一下啦。好，看一下總有整個分數。下人歌頌，下人講，下人悲傷，下人無，向的心破醉風中看無。這麼好的聲音不能埋沒掉。謝謝。那首歌一唱出來的時候，我還將會莅臨現場。對，真的。看一下總有整個分數。好，恭喜有成績，連續避免洗禮拜，搶等上你的避免再報名，恭喜！
老年音乐会，哎，今边安尼来宾啊，非常的优秀，哎，真优秀。佢哋安尼节目当中演出的总冠军的歌手啊，唔错，真的。尤其係特別厲害嘅，唔係台灣人，係馬來西亞。人哦，马来西亞啦，做對啦，客家歌嘅唱得很好。哎，真的，我相信我的朋友對佢非常的熟悉啦。非常的熟悉，每家家來你嘅 TP 節目重點係佢發行佢清醒嘅 Holo 發專輯。哦，你看之前的那節目，因講出唱片，出多呀哈，總算出唱片。總算出嚟吼，點解講青島嘅時間吼，生死交關嘅故事啦。看佢一路行來也當辛苦啦，哦，哎呀，安尼好好彈下歌曲，哦，等下好好讓訪問佢啊嚟，哦，哎，來自馬來西亞嘅冠軍歌手陳婷婷，嚟彈啦。花路通，袂放春天咱回头，笑空梦，日头犹原炎炎，昨暝袂醒，我无青春梦，烧花枕头。小醉，记忆飞天，雨水高，谈恋亲像一阵风，花拢无，边我唱山听无。曾假唱，袂当永远好度，行来人愈看愈是插目。啥人故事，啥人讲，啥人悲伤，啥人无，谁的心泡在风中看无。有人陪着时间时空。规暗看过美梦，有的人甘愿为别人，谁人心酸疼伤，谁人等待不忘，谁的心惊风雨人。有人是真是情是梦，有人美梦成空，有一天等着伊个人。时间是空，有人规暗看过美梦，有的人甘愿为别人，谁人心酸疼伤，谁人等待不忘，谁的心惊风雨人。有人是真是情是梦，有人美梦成空，有一天等着伊个人。啥人告诉啥人讲，啥人悲伤，啥人无，谁的心抱在风中看无。有
人跋着时间时空，有人规暗看过美梦，有的人甘愿为别人。啥人心酸疼伤，啥人等待有梦，谁的心不惊负何人？有人是心是心是梦，有人比梦成空，有一天。 是心是梦，有人比梦成空，有一天等着迄个人。谢谢。哇！先恭喜婷婷！哎呀，总算出唱片了哈！真的很不真实。对啊，哎，不真实。就是好像回到这个场景，明明我们就过去几集节目还一直在说要筹发片集资这样，对对，然后突然间150的给你，对啊，筹到什么时候？还没给你，已经出了，对啊，对啊，就哇塞，太。 美梦成真的感觉真的太神奇了。这个专辑的名称要自己来介绍一下。对，这张专辑呢叫做《像的瓜》。像的瓜，其实是你多少唱的是像的瓜？婷婷的瓜。婷婷的瓜。而且还写一个 Diva 陈婷婷。哦，你的英文名字。我的绰号，对对对。Diva 啦，就是女伶，请我冲狗。哦，Diva。其实就是之前脑血管动脉瘤破裂，然后捡回了一命。那我觉得这条命是台湾帮我救回来的，所以我我康复了之后，我希望用自己的天赋是做一张很棒的这个河洛语专辑，希望可以送给台湾。就那么好的声音不能埋没掉。你谢谢。那首歌一唱出来的时候，我还将会莅临现场。对啊，刚刚罗哥说那声音口气很细致。对啊，而且跟你现在你这一张专辑那首歌的感觉的表现方式，跟你以前是完全不一样。对。其实这张专辑8首歌都不一样。每一首歌都不一样。等下我们可以再介绍一下。好，但是我其实要讲的是很感谢，因为我在大概1年多前，就是后来慢慢康复了，想说想要做专辑，就在那个时候刚好邂逅了萧煌奇老师。他给了我很多的建议，很多的鼓励。他帮你按摩？没有。没有。他不是给你很多钱哦？没有，就是专业上面的一些辅助。然后同时又刚好在网络上，因为我有在做一些直播，就有遇到金主说，他想要赞助我出一张单曲这样。所以你一直直播的时候就讲说，我想要出唱片，哪一位金主来，然后抖那块。他们也欣赏你的歌艺，类似。对，然后更重要的是，在那个时候我也遇到了我这张专辑的共同制作人叶树贤大哥。叶树贤老师。对，因为那时候老师他刚好接到一个翻唱抖音网红歌的案子，其中一首歌就找了我唱。那我们在合作的过程当中相当的愉快，后来就延伸出来，好吧，那我们就做一个专辑看看。所以这个叶老师就是你的专辑制作人，共同制作人不是，他是制作人。制作人，对对对。那你金主从哪来？用盼望来的，我就盼望了一整年。他就有一些直播的粉丝啊，抖内这样慢慢累积，就慢慢 support 了他的人累积下来的，对不对？今天的制作人也有来到现场，是的，是的。好，我们欢迎一下叶树贤老师。老师好，金浩好，大勇哥。你好，老师，我们有见过面吗？见过，对不对？对。是哈，在哪里见过？因为我做唱片做30年了，是跑过通告。跑过对，我难过，我就觉得有点面熟，真的，对，因为个子不高嘛，对，这么矮的也不多，人小志气高，怎么这样说？其实我真的很幸运，因为他平时是叫他叶哥啊，叶老师其实他是已经写了100多首国台语的那个词，然后呢代表作是江蕙的《女人的故事》。女人的故事一条歌，二姐的歌，没听过。然后呢，有听过吧？有听过。然后像叶哥他其实非常的有经验哦，默默在那个乐坛
耕耘了30年呢。除了当制作人、企划还有经纪人之外，他合作过的著名的艺人，像有王菲啊、张宇啊、那英都是大咖。哇塞！对啊，早期做企划。哇，那你即将就变成大咖。对。像我们这种没有跟老师合作过的，你已经很红了，不需要。不算大咖。现在最红的网红，现在最红的网红是不是？他是 YT 频道。对啊。那叶老师跟陈婷婷也是因为合作愉快，开始这一段就是制作这张共同专辑。对，像我整张专辑的词都是由叶老师写的，然后他就为我量身定做。所以整张都全部都是台语吗？对，全部台语。因为这一张其实他整个专辑的企划就是第一个是要。表达他在台湾的这些感受，另外一个就是他想要献给台湾人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用他的台语，然后他其实需要一点调试，他们叫福建话，河洛语。那因为这个东西对婷婷来讲也是一种调试，因为她不会讲那个河洛话。不会啊。你不晓吗？对，他是为了学这个。你伫马来西亚无讲福建话？我讲 English 国语，然后没有了。广东话应该 OK 吧？唔识讲啊。所以你是纯马来西亚人。那你算马来西亚那个最差的。对啊，一般马来西亚至少会3个到4个语言。我是马来西亚最差。他可能很早就离开马来西亚，他来台湾读书啊，他来台湾读书。我家里没有那个环境啊，因为父母是不同籍贯，所以我们都讲国语。对。所以我就想说。有机会跟他合作，第一个是要写他的故事，另外一个是要逼他创作，所以这一张其实他参与了非常多创作，对，所以是共同制作。有6首歌曲是我作曲，有3首歌曲是共同写词，然后叶老师教我怎么制作我的专辑。对。那当然，婷婷是很会唱歌的一位歌手，但是在合作过程中，叶老师有没有特别给你一些其他的指导？因为其实我们真的很会唱，跟进录音室有2回事。会不会很刁啊？对啊，把你其实谢谢叶哥，就是帮我在配唱的过程当中，其实我们为了要达到专辑的一些理念，那我几乎每一首歌都是砍掉重练，不能用以前那种唱法去唱。所以像刚才罗哥有说，刚才那首歌好像不是你平时的那种唱，对，这不是那种。完全那种雄壮啊！而且的确进了录音室就要让他知道录音室的录法跟唱现场是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，没错，真的不一样。然后我觉得很好玩的是，录制8首歌曲的过程当中，生出了8个婷婷，收获很大。8个婷婷都做得很棒，这样对。而且现在对于创作歌曲来讲，多元跟要讲他的故事起承转合这件事情，其实是需要用各种不同风格来呈现啦。没错。那当然，我也希望在这张专辑里面，大家看到他不同的风貌。谢谢。有第1首歌已经感觉到了，是。光那口气的细致度，真的有差，真的不一样。我觉得经过录音室的真的有差。真的，叶老师看起来就是很柔和的一个人，很厉害。表面啊，他一定很痛苦，内心很刚强啊。因为在这个录音过程中间，你会发现他有非常多的东西是要调整。是。那再加上还要丢弃。因为他是常常比赛冠军，所以对于进录音室这件事情来讲，那你有没有疯掉啊？互相折磨，互相折磨，是有磨合的过程，但是我很感谢自己，没有像以前一样，就是一言不合就暴走，不然就是有委屈就发脾气，我从来没有，因为我觉得可能我后来回想，怎么我可以办得到，对这个人完全的就是很尊重，因为。像叶老师的词，我真的非常的喜欢。然后再来就是他在乐坛上面的贡献和这些智慧跟经验，然后来帮助我，所以我根本没有办法生他的气。那真的他是你的大贵人，对，大贵人呢。而且你们一起想要把这专辑做好，是我们就是有共同的目标，想要做好的东西给大家。是，那真的，安尼乡亲朋友啊，吼，安尼去甲皮涌出来安尼国术，冠军国术大家真的要多多支持。对呀，转了要冲一条客家歌的嘛，对，一定要，也有可能请你们帮忙了，这个客家歌回娘家了，对啊，在唱客家电视台唱个客家歌嘛，对吧？是，然后这首歌我们上次以前有表演过，可是那时候我刚出院，然后。高音都唱的不是很好，所以我要再来唱一次。最重要的是这首歌除了有客语版，还有河洛语版，也收录在我的专辑里面。对，然后现在当然要唱客语版的给大家，叫《偏偏偏》。我还记得2条歌叫诈骗的，对不对？骂诈骗集团的，骂诈骗集团。来，听下来，看看啦。
偏偏偏偏偏偏偏，做马该爱欺骗，后悔3年后3年。Oh, don't you understand？ 偏偏偏偏偏偏偏，唔好个再来欺骗，慢得过瘾嘛唔过甜。Come on, be a real man， 莫再讲咩什么鬼。上慢讲偏亏，莫再讲咩什么鬼，慢讲偏亏。阿公阿婆和阿伯叔妹，总是艰苦冇几多钱，骗给给钱，信用盘，信用外盘。阿公阿婆和阿伯叔妹，总是艰苦冇几多钱。骗一个钱，一个信用，骗骗骗骗骗骗骗，做马该爱欺骗，后悔3年后3年。Oh, don't you understand？ 骗骗骗骗骗骗骗，唔好个再来欺骗，慢得过瘾嘛唔过甜。Come be a real man， 再讲咩什么鬼，唔好上慢讲偏鬼，莫再讲咩什么鬼，慢讲偏鬼。Come on, come on, be a real man， yeah, yeah。嘟嘟嘟嘟嘟。阿婆和阿伯叔妹，总是艰苦冇几多钱，骗几个钱，信用盘，信用外盘。阿公阿婆和阿伯叔妹，总是艰苦冇几多钱，骗几个钱，一个信用。偏偏偏偏偏偏偏，做马该爱欺骗，后悔3年后3年。Oh, don't you understand？ 偏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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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来欺骗，慢得过瘾嘛唔过甜。偏偏偏偏。3年后3年。Oh, don't you understand？ 偏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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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来欺骗，慢得过瘾嘛唔过甜。Come on, be a real man， 讲咩什么鬼，唔好上慢讲偏鬼，莫再讲咩什么鬼。Bye bye, pada pada. Buat jahat jangan sekali. Bye bye, pada pada. Buat jahat jangan sekali. 偏偏偏。谢谢。有这一条歌係個松柏演來有唱有啦。松柏係三傻強哈來嘛，還有一個卡洪啊，然後一個另外一個我們穿得像警察一樣。對，那一次。希望警察可以找你們這首歌做那個詐騙集團的歌。我正在努力找警政署合作。真的哦，哎，這周對了，是哈，是寬啊。你有沒有認識警察？是最他認識警察多了吧？這幾年，我是倒沒認識警察。警長啊，什麼？但是這幾年，因為有一些就是區域警察的一些單位，就是會希望我們 YT 頻道可以去幫他們拍一些什麼詐騙集團的一些相關的宣導的影片，這樣子，對。是因為這個真的是我們日常生活當中現在天天面臨的問題，全世界。沒錯。你們可以把歌曲可以丟到警政署去啊。OK。對啊。
或是会有人理我吗？很难讲哦。好，我努力接洽一下啦。我觉得可以，吃宽啦。你先从自己的那个影音平台去分享，可以哦，大家帮你分享，这样分享这个理念，可能就被注意了。好，黑毛哈，加油！真的好不容易哈，这个磨出这一件。对啊。你终究还是没有等到罗哥自己发了，恭喜你！没关系啊，我们实体专辑募资还可以把链接传给您啊。你等我的话，我等到天荒地老，我跟你讲。还有啊，好了，哎，这个真的看到你出专辑，我真的也很感动。其实很感动。本来一开始想说我要做一张专辑送给台湾，到最后是台湾送给我这张专辑，我真的觉得你还可以把它带回去马来西亚，带回去新加坡。然后我有时候之前在做好这个专辑之前，我有时候会难免夜深人静的时候会在想，来错了吗？又没有找到爱情，事业又没有成就，也没有存到什么钱，什么都没有。妈妈又老去了，没有陪到她，然后我都一直很自责。可是现在最起码我还可以，我现在还有一张专辑。对啊，不是至少你还是那个身体健康啊，对，开心的活着啊，没错，对不对？你所想要的都还有机会拥有它，是努力打造，对，所以我也希望说我自己给我们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一些鼓励，对你自身就是一个很好的，对我可以，你也一定可以，千万不要放弃。是，就像我这么老了，我都可以的，对不对？都想要可以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再带来一首这个专辑里面新歌，好不好？哦，这首歌真的是。要很感谢这首歌，它就是我们这张专辑的起源。当初我们叶树贤老师的第一笔资金，不是叶树贤老师找我，就是去翻唱这首金志文的《自娱自乐》，它是网红歌。金志文就是中国好声音那个金志文，没错，没错。那其实网红歌就是都被抖音买下来的嘛，然后他就想要进一步把他的资源就是发扬光大，就有这些翻唱。不同版本的这个案子，对，然后这首歌河洛语版的就叶哥找了我唱，对，然后后来也很感谢抖音让我们无偿收录在数位专辑，哇，真的，那太好了，然后至少在台湾，你看抖音有400多万用户，对不对？就会有400多万人认识你，对。然后我觉得最难能可贵的是，当时叶老师他尝试用我的视角，然后去写这样子的一个歌词，也等于是鼓励我，还有鼓励大家，希望大家在自己的人生旅途当中，可以当自己的主人。主角的歌，主角的歌。主角的歌，主角的歌。今天的主角陈婷婷带来这首歌曲。来。有时想起快乐，有时想到烦恼。我想要卡通中 Way to Mary Sunny Oh Honey， 无人插歌。日头小看恰恰，暗暝有愿翕纸，苦辣啉了啉啤酒，啉到天光几绝天。有时阵也生活，我石头加紧开我，无啥人会保证这首歌家己心声，卡甲无影听，卡甲亲像低头，嘛是这爽。有时阵想问这首汉版好康唱无，较早我有好歌编出来听阮心声，我是阿妹，徛着这个舞台，我是主角。有时想起快乐，有时想到烦恼。我想要卡通电话 to Mary Sunny Oh Honey， 无人插歌。日头小看恰恰，
心声，哭甲无言听，哭甲亲像低头，嘛是接受。